你知唔知世界上第一張郵票就係英國出嘅黑便士 Penny Black？ 佢唔止係郵政史上一個重大突破，仲係而家好多郵票收藏家心目中嘅終極夢想。講返少少歷史背景，喺1840年之前，英國寄信其實係收信人俾錢，幾唔合理下。試諗下，如果你收到封信，仲要你俾錢先睇得，收唔收都成問題啦。當年啲人寄信都會諗盡辦法偷雞，唔想對方俾錢。但咁搞落去，郵政根本蝕晒，咁點算好？英國政府就揾咗個新制度出嚟，寄信嗰個人預先俾錢，貼張郵票落信封上面，搞掂。就咁撚簡單，成個系統就清晰好多。於是喺1840年5月1號，第一張郵票就誕生啦。個樣係咩？維多利亞女王側面像，黑白色設計，所以叫黑便士。佢值一便士，可以寄一封普通信件去英國任何地方。講真，嗰陣時嚟講算係幾抵用。有趣嘅係，黑便士冇印國家名。點解？因為當時得英國先有郵票，根本唔使講清楚係邊度出嘅，其他國家都未能開始玩。你以為張黑便士淨係咁簡單？唔係喎，佢印得超級精美，仲有防偽設計，例如郵票底部兩角有字母標記，例如 AA、BC 咁，代表張郵票係邊個位置印出嚟嘅，用嚟防止人哋造假。你可能會問，一張貼紙咁細，有乜咁巴閉？但其實佢代表住一個時代嘅轉變，由亂糟糟嘅郵政系統，變成人人都可以負擔得起、快速可靠嘅通訊方式。可以話，佢唔單止改變咗寄信，仲改變咗成個世界溝通嘅方式。所以下次見到黑便士，唔好只當佢係舊嘢，佢其實係改變世界嘅一張細細張嘅力量。